一段时间的行脚客庄，每每来到了屏东，总有种冲突的美感，衔接着东部的闲散和高雄的都会化。而竹田从古至今更兼容着这快慢不同的步调，既是高屏六堆中最早发展的乡镇，曾经的流金岁月也让六堆的景物隐隐透着一份简单的古朴。你好，廿里头摆迄副茶庄，系啊，也系日本时代1939年起嘅火茶庄，用木草嘅，木草嘅副茶庄。系哦。难怪看起来这么美。这里可以走走逛逛吗？系啊，很欢迎。好啊，谢谢哦。地图上台铁的屏东线极简一段，接驳性质居多。但对我来说，好像接驳的是一段东洋风情与客庄的相遇。而眼前这一座竹田富茶庄，民国29年建造，而今成为屏东县上唯一保留的木草街富茶庄，见证超过一甲子的风华，赢得竹田驿站的新名称，演绎着归于平淡后的美。日本时代起的木草店了。对哈，哎呀，你讲编竹加迷墙，里面它是那个好特别，里面还有竹片呢，然后敷泥土。竹田富茶庄，日日夜夜送往迎来间，在这儿发生的故事越来越多，随着时间积累成丰厚的人文底蕴。车站旁的小屋成了艺文中心。私人收藏的黑白照片定格了客家先民庆典的热闹，朴实的日常，还有池上一郎博士的日文典籍收藏，都交织成竹田引人入胜的特质。来到了竹田火车站，一旁的火车依旧飞快的前行，但是一座旧时的木草街富茶庄，却似乎把这里的时光停格了。让旅人可以在这里像我一样感受满满的东洋风情。骑着铁马造访木草街富茶庄，喧嚣不在，但是光影如常划过月台，深深唤着旅人的脚步。